听说这里有戒烟门诊啊。聽講你就該份門診，聽講你就該份門診。有的，请问阿公想要戒烟吗？有哦，請問阿公想得改款係唔係？有哦，請問阿公想得改款係唔係？哎呦，现在每天抱孙子，为了孙子好，想要试着戒烟。你嘛同意愛參孫，未出孫後，想到期望改款。你嘛同意愛參孫，未出孫後，想到期望改款。可是好难戒掉啊。不過真難改啊，不過真難改啊。阿公，到我们卫生所挂戒烟门诊。阿公，來嗌驗衛生署掛改款門診。阿公，來嗌驗衛生署掛改款門診。不用挂号费，每次只要繳交不到200塊的藥品部分負擔。唔是掛號費，土擺贈愛納冇得200塊的藥品部分負擔。唔是掛號費。土擺贈愛納冇得200塊的藥品部分負擔。有很多人啊，就是靠這樣戒煙成功呢。有真多人吃口煙甲款改賣呀，有真多人吃口煙甲款改賣呀。哦，吃药就能戒掉吗？食藥就不用改賣，食藥就不用改賣。我爸爸說，交朋友靠真心，戒抽煙要耐心。我有講，交朋友靠真心，改結婚愛耐心。我有講，交朋友靠真心，改結婚愛耐心。我怕我的毅力不夠啊。我驚我的毅力唔老哦，我驚我的毅力唔老哦。您不用擔心，來參加我們免費的戒煙班。係50%來參加我哋免費的改款班，係50%來參加我哋免費的改款班。會有專家來教大家正確的戒煙方法。我就專家來教大家正確的改款方法。我就專家來教大家正確的改款方法。戒煙期間要怎麼飲食跟運動？改款期間愛釀做飲食和運動。改款期間愛釀做飲食和運動。哎呦，還有戒煙班，好特別哦！也就改款班真特別，也就改款班真特別。可以跟其他想戒煙的朋友互相打氣啊。每種和也會想到改款的朋友互相加油啊！每種和也會想到改款的朋友互相加油啊！阿公一定能成功戒煙的。阿公，你聽會成功甲款改賣耶！阿公，你聽會成功甲款改賣耶！好的，為了孫子，我願意試試看。好，未出順，我前來期望。好，未出順，我前來期望。依萍都很關心您跟阿婆，上次才來問檢查的事情呢。依萍攏真關心很和阿婆，上擺將來問檢查的事情咧。依萍攏真關心很和阿婆，上擺將來問檢查的事情咧。真的嗎？就這樣麼？就這樣麼？是啊，阿公記得要找時間來做口腔黏膜檢查哦。係呀，阿公記得愛簽時間來做口腔黏膜檢查哦。係呀，阿公記得愛簽時間來做口腔黏膜檢查哦。哦，上了年紀要做檢查都會特別緊張。就年歲啊，特做檢查，攏無特別緊張。就年歲啊，特做檢查，攏無特別緊張。阿公不要擔心，檢查完了就心安。阿公唔使擔心，檢查了較心安。阿公唔使擔心，檢查了較心安。身體健康才能讓家人放心。身體康健，才會得母下人安心。身體康健，才會得母下人安心。好，我再安排時間來檢查。好，
我会再搁安排时间来检查。好，我会再搁安排时间来检查。